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晡日福喜來嘅節目。哇，今晡日嘅節目內容非常嘅重要，因為今晡日大家來講詐騙，大家有發現冇？過去嘅10年、20年，你當然都喺講詐騙，為生意哦，唔過肯係當因為本人騙，好，所以今晡日呢特別查個100來提醒大家，讓大家講你下到底幾條有乜嘅詐騙嘅手法，所以大家做到咧認識，做到咧注意限價，係個你拄到安個問題，你做得用人做，大家來分享你今日來賓是來自中立分局嘅分局長林鼎泰分局長分享。大家好，我是中壢分局長林鼎泰，今天很高興來到這邊跟大家分享防詐知識。耶、歡迎分局長，對不對？分局長，今天其實在錄影前，我們有先學過客語，對不對？我現在先來考試一下啊！大家好，你會有一個？大家好。可能大家唔是講哦，只是要好好的學呢個客家話吼。聽呢，來要唱嘅係呢個天界，來賓是來自中立分局嘅警察組劉淑慧。大家好，我係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立分局偵查隊偵查組劉淑慧，非常歡迎來到福喜來嘞。是不是可以好像錄那個廣告？是不是講得很好，而且重點是很有態度，就大家好，就是要告訴大家哦，我們今天很親民、很輕鬆，但也很嚴肅的要跟大家來分享詐騙這件事情。我現在講一下，我有一種感覺，你大白了大家都講，等下詐騙很猖狂，青鳥衝很嚴重。然後我們覺得我們可以打反詐騙165，我們不管怎麼講，可是我們每天還遇到非常多詐騙的案件，當然也都動到詐騙該案呢，然後會發現還是很多人被騙，就是會有這樣的問題，所以今天要好好來跟大家講。不過在跟大家講之前，要先到大家的現存一樣，先跟大家分享這個是內政部警政署，我們今天錄影對不對？所以這是我們錄影的當下的最新的數據。好，165打詐騙儀表板。好，我這邊得到的數據是當天，就是這一天有488起88件的案件，然後被詐騙的金額有3億多上億，然後是不是可以邀請2位長官跟我們分享一下？一天就這樣子營業？沒錯。那目前這個內政部為了要把這個詐騙來做一個整合性的打擊除了陸續通過相關的打詐4法之外那也針對這個打詐儀表板的這個宣導，就是說它成立一個專網，那它整合的一些視覺化的這個數據就是可以告訴大家說每一天到底你所在的縣市、你所在的地方被用什麼方式騙了多少錢，有多少件。所以說，他特地成立了這個165打詐儀表板，裡面有相當豐富的資料。第一個有視覺化的圖版就是說可以點進去就看到。那第二個，它有拆解這個打詐騙的手法，它可以把每一個案例列給你看，然後拆解說，它都是怎麼騙你，關鍵字是什麼，方法是什麼。那第三個，它裡面也有這個報案的機制萬一你覺得，我是不是自己被騙你是可以去點進去來測試看是不是自己被騙。那接下來他就也會跟大家報告目前我們這個警方打擊犯罪的這個成果以及這個成效。那其實這個打詐儀表板剛剛就如同主持人講的就是一天大概如果照這個11月的數據說是3億多那其實在去年去年的8月9月的時候，其實那時候一個月是統計是被騙了130幾億，所以說整體經過1年的努力包括這個識詐的宣導，然後包括我們打詐的這個已經降低財損金額，平均一個月降低了44%。哇，所以這個成果是很好的。對，那大家來講，意思是講，其實今天來到兩片誰，讓大家來講，我覺得我們就要讓大家再一次的認識，因為詐騙手法其實也是推陳出新，雖然有很多是舊的，因為動個都很 Q 的，不過還很動都新的。師兄分局長講的，我整理一下，其實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講是要有警覺心，我們還是要有認識這樣的知識，就想說，有沒有可能是詐騙？第一，我們到台高都講，俺都改詐騙，還是有很多人一直被詐騙，所以我們要不斷的講。
詐騙這件事情提上，因為我們一直在改版，就像我們一直在進步，所以兩岸黑公司都走得有看到，這個我們只要輸入關鍵字或者是到警政署都可以找到，對不对？你只要打165打詐儀表板，打詐儀表板，好，係講大家想地很好都改，地是到自行大家說打165打詐儀表板，當個思想分球總講嘅，你就咧得到動到改。案內很容易，故事很容易，伊都有很乜嘅內容，容易改清新，然後在地動改自省，就可以建立。你看嘛，像我們如果今天感冒會上網查資訊嘛，對不對？那詐騙也可以上網查資訊嘛，是也按用改意思。所以現在已經越來越，我覺得越來越多的資料可以查，也越來越周延。以前還想說什麼故事，現在上去查，你看送你查實地哦，一年都很按用音啊。師兄分享從講誒，其實一整年這樣努力的宣導下來，然後努力的不只是宣導，甚至是協助之外，我們其實真的有進步。對，數字有下降，案件有下降，可是還是很多，對不對？所以我們要，所以這不是為什麼兩位今天坐在這邊的原因，我們要繼續努力。對，因為其實詐騙可以看得出來，如果照這個數據的話，應該是無所不在。那我都會講詐騙就很像 COVID-19。很像新冠肺炎，無所不在。那除了打疫苗之外要怎麼樣可以讓自己免於這個感染？就是要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啊。那提高免疫力在詐騙這一塊，提高免疫力最好的方法就是上我們這個165打詐儀表板，多看真實血淋淋的案例。多看詐騙居然都怎麼騙，這樣你就會提高免疫力，就不用害怕說，這個詐騙找上我會被騙。分享講很好，提高免疫力哈，所以今天偵查組也來到這邊，可以連下來有 Andy Sir來講如何提高我們的免疫力，可以嗎？好，剛剛來講我們要如何提高免疫力。好，要先了解詐騙手法，對不對？詐騙手法非常多。傅怡聰我們先來了解一下我們的前5名，好不好？可是我這邊要了解前5名之前，先講那個月就有13000多件，然後當月就有60億，我真的要嚇死了，很多想想很生氣熊都被動案然後想說這麼多錢，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大家聊一下，到底我們的詐騙前5名的第1名假投資詐騙？誰來分享？那稍微分享一下。我先講假投資詐騙其實在整個詐騙裡面，它的件數算大概佔30%左右。那但是它的金額損失的金額是我們所有詐騙的70%左右。所以他常常看到的詐騙手法，就是說，現在人會用臉書，或是 IG，或是脆，或是 YouTube，然後你會先在這些平台你會收到一個訊息，或是你會看到一個訊息，就是說，標股平台，還是說，什麼之前講的什麼黃仁勳推薦股票，那吸引你去做點擊，那通常你點擊之後呢，它就會跳出來，然後就會有人跟你聯繫嘛，聯繫之後就會請你加入一個賴群組，這是他們詐騙集團的起手式。加入賴群組之後，那裡面就很多人會分享我這個最近投資賺了多少錢，幾乎都賺錢，所以你就會心動。到最後他就會跟你說，那我們現在要有什麼機會，那你也可以來做。然後接下來就會叫你下載 APP，他說，我們公司的 APP 在哪邊你就去下載。那個 APP 它會用的模棱兩可，對，然後下載之後呢，接下來就會跟你說，那我們現在可以把錢存進去了，他就會請你去銀行匯款，匯款的時候他就說，你一定要跟銀行講，銀行的人會阻止你賺錢，所以你一定要跟他們講說，我就是要借人家錢，我家裡要裝潢，要非常斬釘截鐵的跟銀行的行員講。那如果說因為我們警察跟銀行也有做聯繫來做攔阻嘛。那到最後他就會說，那我派投資專員到你家跟你收錢，就是他們就會說去你家收錢，然後等他們拿到錢之後呢，其實就看這個 APP 假的 APP 上面那個數字就會一直增加，你就會覺得我這個賺很多錢然後接着他就說我當然賺錢我們就想要拿回來，然後他就說你要出金的話，就是你要把錢拿出來，他說你要繳什麼老師費啦、手續費啦、什麼費。他就是不斷的測試你的這個金錢，測試到最後，你會通常他會聽到一個關鍵字，就是說，我沒有錢了，我已經把錢都丟進去了，他就會開始跟你說，那你有沒有房子？
你有沒有土地？我還以為是分手，結果不是哦，是問有沒有房子跟土地。房子跟土地，然後他就會走這個騙你把房子拿去做抵押，或是把房子說啊，你先把房子簡單假過戶賣掉。這太過分了。對，然後把錢再丟進來，就到最後就是騙到連房子都沒有的時候，就忽然這個人就不見了，他就跟你分手了。其實只是讓你分手嘞。對，這個就是假投資，為什麼人家會損失這麼多？所以人家講會被投資詐騙的，就是有2個心，一個叫做貪心，一個叫做不甘心。对，所以說騙到最後是連土地房子都會騙光了。所以為什麼假投資它這個損失金額會這麼大，就是這樣。哦，所以談分 Q 就按我講，台價是低吼，難怪基本係提醒命，就是有點類似投資，因為台價是熊，而且他一開始好像真的不跟你講你只需要存錢，都沒意思不講你要繳這個錢，可是應該跟他談分 Q 就講，只是動愛的，你騙一點點就好了，因為騙到讓你也摸到體重都騙了了，所以台價前頭要注意哦，基本你特別老跟他講，提起水稻改方法是便宜的投資，所以繞牆所有的鄉親朋友係講，你要注意用你的強力的投資，拜託先打165係冇是差係咩正式嘅，你非常嘅重要，還有嘛嘅當場嘅手法，本大家都知，大家先聊下，你等下集中嚟講。今本東方而做啲繞牆類似中啦分 Q 嘅分 Q 種，啦警察做呢度節目地圖啦，大家咧講詐騙嘅手法。上台節目你講到是假投資詐騙，對不對？哈，所以大家要想一件事情哦，大家要想一件事情，賺錢沒有那麼簡單，投資冇咁簡單，還有一隻賴改群主讓你打嘴鼓哦，講你賣嘛改，你是做啲存台錢，冇可能咁簡單。如果真的這麼簡單，大家按用存錢是好嘞啊，所以大家要按用改想法，都到按用改實行。第一個新共讀是先想，這會不會是假的？等下還沒改，所以大家要注意哈。所以這就是剛才講的案例。你有講提你知道沒？也是蠻厲害的哈，叫做假檢警。我覺得很大膽呢。真正的檢警在這邊，你們竟然跟我辦假檢警，是不是真的很大膽？對，是不是幫我們分享一下，講一下？其實你講到的假檢警詐騙哦，其實一直以來都有，它只是不斷的去變改個手法。係啊，像你最近案例就係佢接到講係戶政事務所的人，然後佢講有人用人嘅身份證哦，可以辦個戶籍謄本，就想講奇怪。那身份證定啊、身份啊，那有可能會啲病人數頭項，佢就真嘅相信對方誒，就講因為你下人啲呢個櫃台哦，讓判人嘅戶籍謄本哦，唔要被判冇，跟住就當警狀啊，佢講用架啥，冇佢講，佢講你下讓專門警察單位，讓報案，佢就真嘅係真有佢轉哦，可能轉到開始講總納分區好誒，係讓專門總納分區偵查處係對種來讓梳理報案，所以處理報案以後，佢就講跟人家加賴以後做嘛加賴以後啊做的讓做個視訊筆錄，用賴就趁機做視訊筆錄，一陣批判就來你講，真的他的那個背景還會顯示總納分區偵查隊。那個做筆錄的刑警就真給讓他做共用的按用的背心，他們還有道具，對他們有道具，那個都後製的，對，然後就真給讓給做筆錄，還真給還有跟他宣讀權利，還問你說你知不知悉？好，你要不要請律師？好，我們還有以後就來講一下因為案件第一個沒有一家檢察官第一審判。有老檢察官咧賴本記，他們是不是演上癮了？對，走都安靜，真嘅咧真。比如你就真嘅上心，佢就假講檢察官咧賴，當日早晨9點，當主12點，下晝點5點，按部條8點，就要準時去回報唔啲做乜嘅。就看個批判人家個提供一個賴嘅對話記錄，佢真嘅咧即家翕相講報告檢座。我現在在家裡吃飯，佢就去種凶，佢真嘅地方卡吃飯，就回報本一家假檢察官。還有檢察官就偏佢講，因為你涉嫌了擄人勒贖，組織犯罪條例，洗錢防治，
所以我要那個監管你的財產，保管人家財產。我留個金融卡，要交俾人家書記官。人家書記官可以人家卡讓我拿，就假個書記官就真嘅都給我卡，然後給拿了6張金融卡。報告，你現在講的是真的故事嗎？真嘅呢，你這個真的真嘅呢，代表他們其實是放線釣魚是很久。對，然後假個書記官真嘅呢，然後給拿卡以後呢，其實他來講，我要確保你真的沒有涉及洗錢防治法，你如果真的沒有涉及的話，你去退款，老娘不給拿去退款，你係真嘅呢判你高。就真給你冇涉嫌，因為講我有所謂的廉徵記錄嘛，嘿，結果調查票你真給你拿貨給拿去退款，佢退款退了1600萬以後，加個富條地圖600萬，啲假檢察官就老佢講，我老爺丟錢，分散到要6隻富條地圖我真相信，而且我要監管你的財產，因為偵查不公開，唔總唔得老其他人講。連人貨卡人就做唔得講，故事佢就真給你去判退款以後，判你退款，有老要1800萬分散在他這個6個賬戶裡面，3個月內3帳年呢1800萬本查出兩槍誒，2槍以後呢，這個詐騙系統真嘅當無形，然後老佢講，咁唔就去個中立分區嘅新國派出所，請每一隻警員，佢要讓銷案。結果後來佢去到你新國派出所以後，佢講我要找某某某警員，然後值班警員就來講，你冇要找同事啊。後來張問佢，然後佢講以後發生咩事情？佢張提供多多詐騙，但係佢還然後佢講，你去派出所以前，而老所有的對話記錄都刪除。對，他好壞，給他案發，他好壞哦。尤其是像這個假檢警詐騙哦，大部分都發生在年紀比較大的長輩。對，所以一定要提醒家裡的長輩，因為有時候長輩會說：“我60、70歲，我沒有做過壞事，為什麼會接到這一種？”他們會很緊張。所以說平常哦，可能要跟長輩多多聊天。如果說你接到這個東西的話哦，那個你要注意，你要小心。像我也遇過這個建設公司老闆啊，他也是接到戶政事務所的，就打給他，台中戶政事務所打給他說，你的這個身份證被人家冒用啊，現在我幫你轉接給警察。那通常像這種有一個關鍵，第一個絕對不會有轉接給警察的這個東西，因為不同單位啦，對，不會有轉接的這個東西，所以這是一個關鍵字。那接下來就是說，你要他如果第一個警察現在目前也還沒有說用這個來做視訊報案，所以有幾個關鍵字可能要提醒一下長輩，蠻多長輩會這樣子會很緊張被騙的。我有接到，就在2個月前，2、3年之前，我給收記凶，然後我動魔漢，我在電腦前面，然後動魔漢非常的忙碌，然後我就說喂。那個講我名字，羅莉小姐嗎？然後嘿，然後開始講，你好，我這裡是頭份，頭份，關鍵頭份，對對對，俺家被嘿頭份改，其實我已經不太記得是戶政事務所還是郵局之類的。然後我就說，怎麼樣？他說你是不是有還是跟什麼？對，就因為我記不住，是因為我太忙了。你是不是有辦什麼什麼？然後現在。旁邊有人是代替你來要做什麼什麼的，對，他說那你要不要確認？然後我就把電話開擴音，因為我太忙了。我說好啊，那我就開擴音放着，然後全部都聽到，那我就開始打字，然後一邊寫報告。我說嘿怎麼樣？你是說瑪莎嘿誰是嗎？他說對，旁邊有個人。我說好，那你叫他聽，我跟他聊一下。然後我其實只覺得那是詐騙，然後後來他就覺得好像沒戲唱，他就自己掛掉了。我的意思是我很驚訝，就是。其實剛才偵查組一講說，我就覺得天啊，因為我也有接到這個，但是因為他可能覺得我好像沒有很認真要跟他聊天，他就自己先掛掉。所以了解誰到所有嘅鄉親朋友係講，因為接到不論係附近事務所啦、警察局啦、郵局啦、銀行，接到你要填把台駕駛的主意，那個警覺心就要起來。尤其剛才副局長特別提醒大家，我幫你轉接，你要用這10分鐘來重擾，沒有誰會幫誰轉接。而且我自己不安有講過，係講你只是動警鐘定用開塞，我覺得你就真的我如果什麼的資訊你都很不熟悉，你也不定用開塞，可是你有點擔心，你就直接去警局。對，我覺得這是最快。如果你不知道要上網要幹嘛，打電話又要求證，你就去警局就好了。對。
但是俺求驗有訪問偵查所，他說有人是去警局還不相信，哦，真的呢，對不對？有人到警局還不相信警員公改，不，他說沒有，對。我們以前有遇過同事開着警車到他家，然後他還講說那個你們是假的警察，因為真的呢，我背着槍，因為假的檢警演的很像真的，所以你都會真警的戲都給片，你都很你還沒假的，就會有暗用的問題。你看這個是假檢警，對，好，我考你來聽你哦，大家動主語哦，還有第三，這個是我也很難理解的愛情詐騙，也沒有難理解啦，就是你知道，可能他們的手段真的很動力害。其實哦，愛情詐騙它算是一個假投資詐騙的一個變形啊，就是一樣的類似的手法，但是它就是用談戀愛，對，以感情為前提。像我們最近哦處理一個案件就是這樣子，它就是也像在我剛剛講那幾個平台，臉書、IG、脆，你可能會收到。就是陌生人傳訊息給你說要認識你，那像以前有什麼戰地軍官啊，那以前有什麼這個，像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個個案，就是他收到一個外國人，然後傳訊息給你說，就是會噓寒問暖，非常的關心你。那通常，這個久了之後啦，就會大家會覺得說，他這個用詞啊、遣字啊。因為都很有禮貌，就對他蠻有好感的。那慢慢的，他就會討論到投資，他就會跟你說，跟你分享。他因為通常他都會跟你說他過得還不錯，然後就跟你說，我有什麼投資的機會啊？那像我們這一個是說，投資虛擬貨幣。沒有，我就會說你先開直升機來接我。你sense？對，他就說，我在國外，我在國外，然後投資虛擬貨幣，他就說，你可以投資虛擬貨幣買這個礦機。挖礦的那個礦機，然後投資虛擬貨幣，然後他中間有講以後我們要一起成立家庭，所以說你投入多少，我也投多少啊，安有你就會心意，因為你一半我一半，對，我們一起，然後這個，然後他就說，可是我不知道怎麼投，他就手把手教學，他說首先他幫他找了2個幣商。因為虛擬貨幣要找賣虛擬幣的幣商，然後他說第一個幣商很好，可以讓他拿黃金去換虛擬貨幣。然後第二個幣商就是用現金換虛擬貨幣，但是這個貨幣虛擬貨幣這個轉出去之後都是到詐騙集團的虛擬錢包裡面。但是只要一轉出去之後就回不來。你看哦，唐豆分球常常講是第講。其實佢都會用動衝開事件，先讓你交流，先讓你培養感情，再慢慢幫你心機，讓你便宜，還有嘛個動衝啊個地是大家聽出一啲，你等下怎嚟講？公告嘅細節啊，分球中，然後警察就講我很激動，講愛動警筒。我講因為我太生氣，因為我啟動一騙你5萬10萬，我講一騙到讓你屋也沒地啊，沒房子沒有，地也沒有，很多是人家幾乎是傾家蕩產。對，像剛才講到那一個案例，就被騙了8600多萬，8600多萬，是不是40出的這個民眾被騙了8600多萬，這個打擊有多大？我很難想象我的很難想象，我沒有辦法想象他接下來要怎麼面對這件事情，容易面對這件事情。但重點是他也真的蠻多錢，不是蠻多錢哦。對，所以其實。哇，我很難想，因為台開始為地講，為什麼2張也是2以上，也是8也是這樣騙？因為其實這就是思想分球總講，就是投資詐騙是現在很嚴重的。那愛情改詐騙是用愛情改方式騙你投資，一樣是投資哈。對。不過講到詐騙，你根本有到台開都講，難為在很好出來的事情是黑講。其實我們剛剛講詐騙，事實上現在還有2次詐騙。什麼是2次詐騙？嘛改黑聽你白改詐騙。
天一百詐騙，二次詐騙，就會大部分的報案人，佢發現到本詐騙集團詐騙以後，佢去報案，報案以後呢有兩種方式，就係佢可能報案以後佢可能不甘心，就像我們分局長剛剛講的不甘心，好，他就轉移去網路上去請。像佢可能就會打個關鍵字，什麼追回遭詐款項，如何追回？好，因為我們數據業都有所謂的大數據分析，所以你只要搜尋過相關的關鍵字之後，就會大量的被投放類似的廣告或貼文，所以變成說就會詐騙系統就會請鬥機，就會可能會主動聯繫他說，我們有那個全世界最頂尖的駭客技術。我們有最優秀的律師團隊，可以幫你找回遭詐欺的款項。要是批發員真給他上心，佢就會找對方聯絡以後，佢就會來講，你要付所謂的技術費、手續費、服務費等等的理由，批發員去飛款飛得差不多以後呢，就拜拜。對，佢騙到人家錢呢，他可能沒有要你傾家蕩產，但是比如講可能一本來50萬50萬，夠了，好了，好，那就拜拜。對，是安用英。還有另外一種情形，就會佢可能去報案以後，可能一兩張月以後，就會有假警察然後佢聯絡講，你之前係咪有去中立分局報案啊？或者係中立分局偵查處嘅沒有經驗，然後講你喊人嘅錢你有做到查數誒。cái錢要拿賺來嘅，我兩賺一週的，唔講嘅我寫那保證金、手續費，那本體檢書，你將都得攞錢兩賺來。我就會講做得啊，跟人壓下去，都把去警局找你。對，就要兩種情形講，譬如你們讀到二次詐騙。哇哦，大家有沒有發現台咖有發現嗎？其實他就是窺探，就是你的心。對，不甘心嘛，貪心。台咖真的不會按用癮，而且我如果已經被騙了100萬，我很心痛，我希望做得拿賺來，我就會上心，可能有按用的方法，結果我有本人騙到天一百，按用的心情。哇，所以講來講，其實到台咖來講，不論他是他真的是假裝是從分局打電話來，而且你可能真的有去報案，所以你就相信了。什麼？所以我起到黑妹就是你自己親自開車或是騎車到警局，直接面對面問，安用係最保險，提保險是吧？算是吧，不要再用電話轉來轉去，或者是空中匯款匯來匯去，都賣。反正安用是總得，係講你心肝跳又起到怪怪。你又不知道怎麼辦，那你就去到警察局的裡面去做確認，不然就是這個打165，或是直接來警察。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你自己去，對，因為他又會有假檢警改詐騙，所以安用感問題從麼好。講到兩個金月特別到大家都小改一天，動創改信息，就是我們會有那個地籍異動即時通，這個是新的，從某兩個還新哎，這個是什麼？兩還蠻改，院長要介紹嗎？地籍異動即時通就跟剛才跟大家分享，因為有很多人被騙到最後，他把房子跟土地，都拿去抵押或是賣掉，所以說現在跟我們這個地政單位他們有推出一個方式，就是說你可以去拿你的自然人憑證，或是到地政事務所去登記你名下的這個房子跟土地啊，萬一有異動的時候，他會通知你。哦，對，這個是很重要，因為我剛剛講的詐騙會被騙到傾家蕩產的最後一步，就是把你的房子跟土地都騙光，所以你只要做這個動作的話，至少我可能錢被騙完了，我至少還有房子跟土地。因為你想要去異動的時候，你就會接到通知，那他會不會有人要去異動或者是幹嘛？那會不會又一樣啊？就是因為我現在要斬釘截鐵的說我要做什麼，所以對。不過這是多一道防線。對，多一道防線。我理解分局長的意思，就是多一道防線。那我們的具體行動是什麼？就是比如說我還是到戶政事務所去做這個登記就可以了。它有幾個方式，一個是你到地政事務所，做這個登記，然後另外就是你拿自然人憑證，上網去那個地政事務所的網站，就可以地政局的網站或是地政事務所網站就可以來做
做登記。那其實很簡單呢。對，其實輕簡單。但是有時候就講，你可能長輩有些真的是不太會使用。可能就是要帶去跑一趟，對，要臨櫃辦理。對，尤其迄屋卡有老人家看唔低的，哦，還有商業講記講，屋卡老人家不願意偏，那某個去退款的話，你做還商業做的，帶着爸爸媽媽親自到地政事務所去來去辦理，因為它設定的話，除了是不動產的所有人之外，你還可以設定一個親屬。對，所以如果說你帶長輩去申請，如果說長輩如果真的遭詐騙，尤其是你剛剛講的假檢警，佢會用偵查不公開，老公講，總有老婆看人講，佢去做安尼殺天的事，佢會通知本人以外，還有子女，你最親近的一個親屬。如果說家裡的我收到說為什麼我爸爸媽媽的房子有去做一些變動，就可能我可能要關心一下家裡的長輩。對。因為曾經有親都不好，你給長輩本人詐騙去生意唔低，就其實孩子不知道，對不對？因為爸爸媽媽又想要做得供啊，而且爸爸媽媽可能也會有一些心理的壓力，知道他搞不好壓力很大，他自己也很辛苦，要親通故，想說也不敢跟孩子講，就越來越嚴重，要有親都暗用給情形，從某對。那除了地籍，是不是還有個稅籍？稅籍異動即時通，黑冇？嘿，沒錯。因為在那個我們地籍異動是針對屋個啊、也土地啊，我要辦一些變更的時候，不管是其實它有生一種情形，我也讓做同地，可能贈與、抵押、過戶，或者是夫妻之間的贈與等等，它都會做通知所謂的稅籍異動即時通，你屋個在過戶之前是不是要報稅？K 稅啊，贈與稅，對，所以它是在地籍異動在之前的一個前置作業，就是你可能在報稅的時候，就會通知我本人說，我這個不動產為什麼要去繳契稅？為什麼要繳增值稅？你覺得奇怪啊，我要摸買啊，要摸送本賠你啊，摸過戶本賠你，你用問那邊按用的稅，你就會有警告我可能就要本人就要去聯絡一下稅務局說，為什麼我會有這一筆稅款要繳納？哇，我覺得真的是有一個刑警黑詐騙集團的手段推陳出新，所以我們也是想辦法的一層一層的防阻，對不對？好，我覺得真的挺辛苦哎。不過節目的最後還有一個 TPA 同大家的分享，就會講我們的手機有個螢幕分享功能。對，這個我們在最後，因為詐騙其實案例可能今天我們開10集，分局長也可以講10集，可以抖故事哎，真的你希望按抖錢。不過有個小小提醒，就是螢幕分享功能，現在這個也是有問題，有問題。對，這邊一定要提醒那個長輩，就是因為大家其實都會用 LINE， 尤其大部分的老人家。可能另外一天，可能就會當你用個 LINE 個視訊啊，看看這個子女啊、孫女啊，可能聊天啊，可能當關係。別人講他就會使用所謂的 LINE 的視訊功能。按過他動到詐騙集團，佢會利用暗用的功能來騙人。就是講，我們常常有案例，實際上案例就是對方假個銀行的客服人員，佢講我騙佢啊，操縱用路銀行啊。給老人家聽講，唔愛啊，用那個用乜個用路銀行，佢就會騙佢講，唔怕嘅，你就打開，係搞你嘅視訊，他用你聽呀，你就打開來以後咧，你就聽個優片送優片送片嘅螢幕分享，但可能搞唔講用嘅點，但他老人家在輸入，尤其是網絡銀行的賬號密碼的時候。詐騙集團就會在這個時候去記錄下你的網絡銀行的賬號跟密碼，還是說你的個資，比如可能引導到他某一個界面，跟他說你要輸入你的身份證啊，然後生日啊、名字，其實有3項東西，詐騙集團就做得做動作事情呢。哇，所以基本上是談到非常動作從了解地區希望基本。所有嘅朋友係講，有可能基本嘅節目聽出嚟啲，係講心肝佢有啲負呢，是切到去門警察係冇事打165嘅填法係冇事去查，按用嘅自信，還有大家基本動到性嘅手法，大家沒有動到注意哦。所以非常感謝分局長嚟到這片，然後非常感謝警察組嚟到這片，希望昨天接到大家嚟分享按用嘅地形知識跟資訊，讓大家可以一起反詐騙，向下來反詐騙。好。
增加防詐免疫力。真是冇錯。好，睇年下來咧，繞牆大家共下來做論壇咧。繞牆大家來到福氣來咧嘅民宿勤宅，還有天日客家電視 YouTube 頻道，還有老兩個影片勤宅分享出去俾大家哦。